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21拜二下午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也呢又要带来关心嘅武汉肺炎疫情嘅情形发展呢。到下午2点时间呢，一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嘅记者会也下呢随时就会开始嘅。不过呢，第一个记者会开始以前呢，鸦片呢有咧消息会同大家来分享。最讲呢，伫前几年嘅时间呢，国军呢屯幕干脆一个盘杀后党国呢，又表出大规模群起感染嘅事件，也呢总共有24个官兵已经确定测到武汉肺炎嘅，都近比还会有其他一个可能嘅人会增加哦。等下下呢指挥中心就同大家来做公布嘅。伫筹备嘅时间呢，一个指挥官陈时中就有同大家来讲到嘅，所以讲呢，一下清创以后呢有2件事情，佢头一件呢就要来追查一个感染源系对内，就要来了解一个官兵呢伫上监方到底呢系对内测未到嘅。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就要来调查讲，一条可能嘅官兵伫廿几日夹到伫下船过后，又是去到哪条所在？伫近比早晨嘅时间呢，一个高雄市鸦片又有公布嘅，所以讲认证高雄呢就系一个周阳军讲系青岛官兵下船嘅所在，故种呢也下可能呢一条分站呢，咪伫高雄鸦片其实呢系发通青岛嘅。伫早晨嘅时间呢，一条高雄市政府又有公布嘅一条屯幕干区嘅可能分站，一条呢系有去过6个所在哦。主要呢，就认证讲，真的看到呢，也系高雄市中环过伊看起来呢，系有条严重嘅同啲高雄市嘅应变中心嘅人员来讨论哦。就讲佢清晰嘅，就讲，其实呢，一个屯幕干脆呢，照了解，差唔多有303人夹到呼吸系实地高雄，嘅假使呢还有其他人来客厅设备到武汉肺炎过后，嘅高雄呢就夹到发通青岛所在。佢哋早晨嘅时间呢就新增加6个所在系夹到可能分扎又是去个所在哦，就系一个小蒙牛嘅男子嘅加罗福店，也系啲新年14嘅时间又是去个嘅。然后呢，啲新年15嘅时间没有官兵去到富公山嘅万书店，还讲有从一个全年嘅福利中心嘅营务嘅8个点，也系啲新年15嘅时间。然后呢，到係新年17嘅时间，韩国有从一条船塘运到库摩嘅，韩国有一个运到加雄巴一条造船点哦。然后从一个伊丽莎白一条有限嘅运通场馆，你係啲有各種分扎嘅條係啲新年17嘅時節有許多機片來發通嘅。嗰種呢，高雄市政府咪針對嘅一條先前有各種分扎許多所在，先前呢係有公布23個所在哦，一下呢。也就表示講，一個所在呢，也已經有全面進行搜討嘅。接下來呢，一個高雄市衛生局還會繼續來追查來了解一個可能分扎有許多哪條所在來看帶來嘅新聞報道。敦睦感吹區市感染嘅之前，減怕會回高雄變到危險，轉為監控700人嘅官兵，就300人殺大地高雄。香港除了中央公布嘅24個確診嘅官兵之外，底下有9個市面出現頭氣頭症頭，至今各地採檢。這5處疑似有9位感染者的場域，必須等衛生局以及相關的單位呢，等到採檢完畢的報告出來之後，我們再通知他們可以繼續營業。照了解，了9殺分別有許個確診嘅官兵許個嘅所在，了5位分別係隨風熱市個二台上山、後水道台順店、中正路紅嘅教室，韓國新港3日走廊店，也認為了5位底下還冇法度正常營業。韓國攀石港紅嘅機，今年14個月就有人下水，老會講普線前公布嘅呢個受傷之機，下個地高雄市萬來卡走。經過日前調查，市政府也在個公布了新界了解幾條有許個嘅所在，分別係南市區嘅家樂福、福岡山、軍部八地路紅嘅圈店、川塘勞動區幹，高雄市總共有29個幾條許個嘅引導嘅所在，所以為持續抗疫管理嘅民眾超過了日前殺。這些只要有相關的症狀，我們把它匡列為這個後續的一個採檢，就是前3波23處的場域，我們自主健康管理。我們初步的了解是2000多位，那其中有1位是居家隔離的對象。日前安利會為封殺魔，市長韓國之講，按從繞界事前唔好調做決定，下個國防部也公布了攀殺監控新界調整記錄，講協係調來夫期嘅。
是游戏本港行最讲看解禁，就248沙226人次，其中5沙要逐手，10沙要上跳系頭轉跳，每屆出售，齊到嘅5單強係已經公布嘅件10時間改變，可能會就還拿到嘅。記者綜合報道。亚内其实唔但将高雄市卫生局同第三方的了解，一个课程分扎，有是一个内调所采用，亚内全台湾的卫生单位也下内都同紧张都唔敢开太哦，主讲呢也调盘沙间呢一条相关的不干变，跟唔但将系盘沙间嘅所有的屯务干脆亚内都系一条高风险呢也调出拳哦，所以讲呢也调有10种检疫咧，唔过也调先前有政府卡韩国有许多动作演示去发通哦，亚内就了解差唔多。佢有4倍演示，夹到係有4個嘅，佢夾到係發動素材，也係幾件超過嘅8個嘅素材哦。嗰種呢對籌備其實一啲政府啊，就有針對差唔多有20萬嘅民眾發出嚟細胞檢訊，提醒大家呢，假使有同一個確診患者有啲用一段時間去到附近嘅發通嚟。進行相關嘅發通，都係進行嚟設計嚟做好設計，是不是呢？設計空間管理，為隨時注意設計空間哦。因為有啲學者呢，咪見最終講，有啲盤沙間佢到底用會啲上間空有按度嘅管變會差別多嘅。啲籌備時間呢，有啲指揮中心就同大家講到嘅，就講其實呢，一開始啲上空呢有50人，加到啲上間空就有出現發燒嘅相關徵兆，嗰種呢一下留入。50有發燒嘅一條管變行進來做採檢過後，也係結果發現有30人夾到上空係有空氣嘅，唔過夾片頭驗出來係陰性嘅，也就係表示講，夾到先前呢係有差別多嘅，唔過呢下係有幾件轉好嘅。韓國呢夾到啲轉好以前呢，你有可能留入嚟片頭車本人，嗰種呢一啲上間空將會一下造成有按度嘅感染嘅疫情咯，一下呢還有其他人差別多麼？指揮中心還會繼續來追查。啲一啲上間空嘅阿邊個。解散過後，轉去其他演示，轉去夾到屋卡有發通過後呢，一下個演示都同緊張，仲喺台中縣政府啊、台中市政府，未就留一條所有嘅官兵講行進來我來集中來隔離哦。嗰種呢唔講呢，一下就表出嚟有利於主講呢，就講一啲台中市政府留一條官兵行進來時節，去到台中一種夾到來幾片來攝下，一下呢就造成好高嘅家長，韓國有學生呢主動緊張來看人。新聞報道。小兔車事業台中一中嘅高人地度，年年上4盤小兔樹，萬內都冇變過。高人我擺嘅逢轉路未搶款，人之個防鋪經嘅小轉都冇跟出關邊，適合地點之日就拖台中一中嘅高門口。之前咪冇通知高峰，引起當到家長緊張。呢位人佢拿出個防鋪嘅車入到高人地度嘅相片，呢副個防鋪嘅天太精彩。在第一時間說，他們的車輛只有在校門口。並沒有進入校園。後來，我們找到了現場的一些照片。這個就是國防部軍方的簡易車輛。這一張也是，這個就是國防部軍方的簡易車輛哦。這個就是台中一中的校園啊，大量的都是在中小學的門口。那我們問他說，有沒有？這個事先跟學校知會啊，那他的回答是說，為了避免造成地方的恐慌，所以沒有告知在地的地方政府，也沒有跟學校通知啊。結果呢，事情曝光之後，就引起更大的恐慌啊。雖然小將嘅官兵前未引致高峰汽車冇遇到救援，但是呢位總了萬件講，國防部處理方式同之前指揮中心完全冇相關，冇顧到學生嘅安全。國防部同記者會後冇全面，更加用書面回覆講，透過體點係考量長體動快，同服務以後體表現面係要靠好前。甚至呢位批評軍方而清楚對外聲明，高級部門講冇接到通知。國教署確實是沒有接到任何的通知哦。那因為台中一中是屬於台中市政府的轄管學校，我們有聯繫台中市教育局也沒有接到相關的通知。呢位何顯宣告對海軍發布嘅離府4條清檢，冇影響到交通，係控制嘅威戍列島3項消費原則來看，台中一中列島消費嘅地點做法唔合符，因為國防部應該要靠落實到，因為國防部好好講清楚。記者郭彩燕前8日台北報道。
都在近边呢，一啲盘沙间当高呢，还有其他官兵为了确诊车尾道路，其实呢大家一下呢没都动关心，就讲呢一嚟盘沙间会造成一啲台湾防疫心态防唔到所在，咪就系讲一啲心态问题，也大家亲强嘅就会讲，认真讲一啲。国防部啊，夹到本单系表示讲，因为官兵呢系啲新年15嘅时节，账本夹到下船咯。如果呢一下呢就一条阿边个夹到快通嘅一条资料来看，夹到啲新年14嘅时节，就有下船许多动作素材来快通嘅。故所呢一下大家系向警队长见来了解，夹到有是去过哪条素材来中部夹到要同哪条人来接触，清楚有定在为防一啲沙气传播风险。共同一啲沙气传播风险，一啲新北市政府啲筹备时节。就针对一啲封上进行封上嘅病推哦，意思呢就系讲，就讲新北市政府就讲当摆呢。喺台湾发生大规模嘅沙气传播事件过后，政府呢可能会要求地方政府来封上哦，要求民众做唔出去。故此呢，新北市政府就参前来准备进行嘅封上嘅一个病推哦。喺啲筹备时节，一啲新北市政府就要停止封上嘅3个集团哦。喺啲T集团係一個過渡期，一個過渡期嘅時間呢，就係為防大家那個沙氣都可發生大規模嘅感染，為防一個疫情啲沙氣都可來避開來。都會聽集團咪就係緊急期，一個緊急期意思就係講，其實呢沙氣都可沒有出現呢朗朗上上嘅相關嘅沙氣感染事件，唔過呢一個疫情還係做得來控制下來。也是一個地方政府為上網來做嘅，就係為老一個防疫措施牢記做好來，為防一個沙氣感染進一步來控制。都係第三集團就係管制期嘅，都係管制期嘅時節，意思呢就係講一啲都市啊、都鄉已經出現呢大規模嘅人車本人呢按用相關嘅感染事件呢，故所呢一個地方政府就要提出限壓嚴條嘅管制措施，會限制人嘅活動，會要求呢民眾為做唔得出去21日，咪就係3禮拜時間。政府呢會用東嚴條嘅管制，韓國呢希望大家看冇出去按用快通嘅方式來進行相關嘅管制措施哦。佢從嘅民生以外嘅送亞快通早前都會暫停，韓國呢台中運輸咪會減班，希望大家呢看冇啲我會快通哦。佢針對按用嘅管制措施，佢也嘅新北市政府係參前來準備嘅。唔過呢，新北市長侯友宜佢啲一啲演練過後，佢認為講，為宣布一啲相關嘅禁令，其實係當簡單呢，就講都是假使有大規模嘅沙氣傳播事件避開來過後，為民眾看冇出去，其實一啲地方政府係做得到嘅。唔過呢，一啲禁令為內容是將來解散哦，其實呢，一啲就判地方政府當頭拿通哦，而且呢，就講假使一啲禁令解除過後，沙氣都可假使又有一啲疫情避開來，可能呢會造成防疫上困難。嗰種也其實大家見討論呢，係係一啲盤沙間有可能會造成一啲沙氣傳播嘅風險哦。佢針對假條嘅疫情嘅到底係因為車尾多嘅，韓國呢為因為嚟追蹤到底傳染風係馬殺車本其他人呢，也呢就有學者專家就提出建議哦，因為講為所有嚟針對所有嘅官兵來進行試驗，為要求假條真係去驗血，將提供假條感染源頭係對內。下來呢就繼續來看呢新聞報道。海軍武漢肺炎群體感染持續擴大，目前已經有24個人確診。有專家認為，這可能係台灣防疫生態嘅威脅，因為對國外軍艦感染經驗來看，起碼有4成以上嘅人話確診。尤其軍艦比郵輪空間還較狹，有冇脫離嘅射線間，以盤沙艦300萬個人左右，感染者話有幾百個人。軍艦就跟郵輪很像哈，那決定於它在海上相處的時間。那國外的報告呢，最高到4成的船上人被感染都有。另外，第一批軍艦確診者落船了後，從台灣萬里起有10個演習，總共90萬個公共場所。雖然疫情指揮中心日日發布24萬封警示逐隻更新，不過專家小李確診者已經遇到社區發通，可比冇注意到可能引發下一波社區感染。這些官兵他們接觸人，所有接觸人你都可以驗一下抗體。因為他接觸人，你大概都知道是誰了，請他們全部來驗個抗體，然後可能再過1個月再驗個抗體，你就可以知道他們大概傳給多少人。
专家建议针对了条确诊者嘅接触对象全面采检同血清检验，来防止强症也系无症头嘅感染者还望不幸发现。另外也建议群众爱配发新型冠状病毒嘅快速工具，将实地本体先均质积极清出疑似病例，避免群体感染可以被出现。记者赖松明、张良祥特别报道。今日去喺下晝嘅2點19分呢哦，其實呢，一個記者會本單係對下晝2點就來開始。如果你一下去見晚呢，差唔多有10分鐘嘅一個相關進行嘅疫情，然後呢，指揮中心含啲技術來了解當中哦。其實呢，啲前幾年嘅時間呢，一個貴豐配官員呢，家條呢都有列席來參加一個當日下晝嘅記者會。如果呢，啲警備公布嘅信息呢，列席名單都好呢，貴豐配官員係冇來參加嘅，一個意思係咪表示講警邊呢，一個盤查間希望出現新增牙嘅確診案例冇，也嚟睇下係喺外繼續來觀察咯。也嚟睇下其實除了來討論呢，一個盤查間到底係對哪車位到嘅，也嚟睇下未清講講家到有同哪條人來接觸咯。也嚟就了解一個盤查間嘅確診人數已經來到嘅24人，係講嚟睇下呢，除了外地講家到有去過內發通，就係高雄市衛生局一下上網啲做嘅，一下呢含了解講。有同台阿邊個差唔多有13人啦，其他條都係有5朋友嘅。嗰陣呢啲籌備嘅時間呢，就有廿咧。記者呢就有問到講，假使呢一路阿邊個同家到富康人示範啊，還個有同家到朋友來見面，敢會來促成其他人車位到一個風險哦。嗰種呢一下子非中心還係來強調，就係講所有一個確診患者，還個有包含所有一個盤查間、對某間嘅阿邊個，家到假使要同其他富康人來示範，都係呢種高風險族群來繼續來觀察家到下後嘅相關嘅一個情形咯。也嚟繼續來看因籌備時間呢，因台灣新增加嘅一個案例數哦，差唔多3年以前呢，咪就係1月21嘅時間呢，因台灣呢就有對境外細路來嘅一個台商，佢係一個武漢肺炎嘅患者。1月21嘅時間，因台灣就出現呢頭一例嘅武漢肺炎嘅一個患者。因為過去3年嘅時間，因關於一下累積嘅確診人數已經來到423人咯。一開始呢，其實呢，這個病例數增加到動慢咯，唔過對於上漲嘅意思，尤其係啲因台灣宣布嘅邊境管制措施會加強嚴調，所有入境嘅人呢都係來採檢過後，那我哋同時咪係後面啲疫情見來更嚴重，呢樣子呢要當到民眾也條對國外將來台灣下後都有靠天車位多，就像啲籌備時間呢，因台灣嘅指揮中心就公布嘅有新增加2個武漢肺炎嘅確診患者，嘅其中呢2例呢都係對境外入來嘅，其中一個其中嘅按421，指揮中心呢就有講到佢係20人嘅5星咯，而先前呢係啲加拿大特殊未差唔多嘅都係4月13嘅時節，佢國外時節就出現相關嘅檢測啊，還個有談嘅相關症頭，都係4月19，咪就係啲前幾日轉來台灣嘅時節，認真啲邊機場嘅一片有進行邊境管制措施，有老家到採檢，嗰種呢動腳就啲籌備來確診呢。當然啲一個按422呢，佢一個20人嘅5星咯，佢係啲今年嘅1月11嘅時節，去到美國嘅片特殊，也期間呢，佢還有啲1月14同3月15嘅時節，去到西班牙嘅片有去留了有去相關嘅活動，都係3月初8，嗰時呢咪係後面。係個有西班牙提起疫情先嚴重嘅時節咯，都係3月初8，佢就出現頭氣唔出，係個有後連貫通，然後呢係個有都市通嘅相關症頭，係個呢佢啲片呢係有許多美國嘅片基本線上看咯，都係差唔多4月18嘅時節，佢對美國轉來台灣嘅時節，主要主通呢同大家來講，佢係有出現相關嘅症頭，咪係啲籌備時節來確診呢。因為佢以來呢，台灣基建啲廿部嘅新增加嘅確診案例數都係對境外細路來嘅，嗰種嚟睇下呢，先前呢主要呢都係防一個邊境管制措施，為針對國外嘅民眾來防哦。像一啲前幾年嘅時間呢，指揮中心沒有公布嘅，假使呢對東南亞轉來台灣嘅民眾，假使呢亞富卡有小朋友啊，還有老人家，甚至係有慢性病一啲民眾，嘅指揮中心呢都係特別來做
针对一条来做相关的一条管制哦，就会要求讲唔爱去到一条防疫旅馆去去，就讲讲唔对外国转来台湾世界，其实讲也下外国的疫情系比同台湾相对来讲系较严重的，就讲讲唔会留疫情对国外转来台湾成本也不抗严，嗰种呢就会要求你去到一条防疫旅馆哦，就会。希望呢来做好台湾的防疫。我哋一下啲嘅盘沙間其實係日嚟確診案例之前今年嘅時間增加到24例過後，也呢指揮中心進行了疫情，定價一下呢就會同大家來做了解，也呢再過來看一下日嚟指揮中心現場嘅情形。好，我们各位媒体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今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相关的官员及营业从的人家呢就天天来关心近比国内进行的疫情发展。我们的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尚存张教授在指挥官的右侧，在后排呢，最右各位最左侧的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振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在我右手侧的是我们医疗应变小组的史崇良史副组长。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我们这一天工作的一个进展。好，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好哈。那我们今天要宣布有新增的3例的确诊的个案，那都是我们这个杜牧专案里面的人员哈。那这3例里面有2男1女，当然都是比较年轻的人。那按423是20多岁的男性，3月30日出现嗅味觉的异常，那应允396、397同仓间。所以他4月18日主动通报卫生单位后就医，就是我们要召回的时候，那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觉症状，所以跟卫生单位来联系，所以卫生单位就安排他就医。好，那就我们前几天我们那时候有32位的住院，那有24位的确诊，大概32位的里面还包含在这其他几位，那他就医之后，就一采的结果是阴性，
一采的结果是阴性。那20日进行2采，那今日确诊。那按424为30多岁的女性，4月5日出现头晕、鼻塞、头痛、嗅觉异常等症状，航行期间她的症状已经改善了。然后4月18日到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那因为一采是阴性，那20日进行2采，那于今日确诊。好，那按425为20多岁的男性，3月23日出现流鼻水、发烧、头痛等症状，4月18日到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这也是一采的结果是阴性，那今日2采，那确诊。那这些大家看到就是说，其实还是一样，这个病毒跟这样的一个疾病，事实上是非常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还是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刚刚讲过，我们大概一采全部都要一采嘛，那采过之后，当然有一些相关有症状的，我们都会进行2采，或者一开始做我们的法定传染病通报的，我们也会2采。那这些都会持续的关注。那在这检疫的期间，在隔离的期间，任何有症状的，我们马上都会送采。那当然中间我们还是要抽血，抽血今天已经开始了嘛，今天上午抽血已经开始。那第一波我们先对潘氏健全部的成员先做抽血，然后做我们的抗体的一个检验，然后在最后还是要离开的时候还是要再检验一次。那我们还是对这个船上的一个传染，因为它里面本来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跟这病毒的一个多样性跟多变性，我们本来就持以高度的警觉。那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船上的群聚，我们必须要把这事情做到最完全。那总共到今天确诊包括这3例，我们确诊案例是425人确诊。那我们到今天已经有217人解隔离，我们超过一半的已经离开。未来这个解隔离的速度应该会比前一波要来得快一点，因为这一波相对的轻症跟年轻人是比较多，但是我们仍然要加强注意。那等一下呢，我们大概因为在我们有跟那个怎么样让企业能够强化疫情的因应，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播出一片就跟中油公司合作的一个录制的一个影片，怎么样持续因应在疫情之中的一个示范的影片。好，那接下来昨天晚上大家现在关注稍微比较低一点不过也是认为也是在列为我们重要的任务的我们的类包机，是不是请那个石师长跟大家说明一下？指挥官还有我们各位媒体女士先生，那么昨天晚间，那么9点25分左右，由上海起飞的这个类包机抵达桃园中正国际机场。那么这一班飞机共搭载了231名旅客，另外有14名是机组人员。在231名旅客当中呢，那么这一波的旅客有38位是12岁以下的儿童，占全部的16%，另外也有12名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么最高龄的是90岁。那其中呢也有1名孕妇跟2位呢比较行动不方便者，所以一共有231名。那么在整个机场的作业过程当中呢，那么也发现有1名发烧者，那么超过体温38度。那另外呢有1名儿童，那么在上机前3天因为有出现症状，那么同时在这个询问过程当中呢有咳嗽、呕吐的现象。那么因此呢，那么病童他陪同的母亲，那么跟刚刚一位的这个发烧，共3名旅客，我们分别送往医院，那么在负压隔离病房里面观察，那么同时进行采检。那么采检的结果，在今天早上也都出来了哈。那么3位的采检结果都是阴性，都是阴性。那么至于其余的这个旅客，那么分别呢，那么前往2个集中检疫场所，
那么安排这个集中检疫14天。好，那所有的这个入住者在今天上午的情形呢，都没有任何发烧的情况，那也陆续在中午之前完成采检，那预计应该很快这些采检的结果也会出来。那以上就这个昨天晚上的这个类包机情形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那另外我们口罩的实名制我们大概4月22号就到了那口罩实名制我们现在有一个3.0那主要是新增超商预购的管道，那预购完之后可以立即的缴费。所以我们但是要记得要带健保卡到4大超商，用事务机来做预购。那订购完成后，就会列印一个账单出来，就大家拿到一个小白单，那就可以去付款。好，那这样子就会完成。那如果当初当然有些会问，就是说，那如果那天忘了付，那到当天都可以来付。但是如果当天没有付，那张小白单就变成就无效了，就要另外再来做一次。不过我相信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不会说要跑2趟，你1趟就可以，反正你就是插了健保卡，然后订购完成，然后拿到小白单，那就去柜台结个账，那这样是一个最快的。那在这一次里面呢，我们的手机、电脑网络的订购也可以立即缴费，就不用我们上次是3天订购3天缴费，这样把这个程序让它简化来。就是在同样的时间，你就可以来订购，可以来缴费。那相信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在买口罩，在排队上面会比较没有那么辛苦，那管道能够更顺畅。那我们希望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能够更多，那程序能够越简化。不过做过1-2次，大概就会熟了啦，大概就会熟。那今天上午看到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讲一些相关疫调跟集中检疫的事情，事实上跟昨天我在讲的事情是有一点类似了就是说在疫调，这是一个等于是执行公务的行为，我们希望要有相关具有公权力的公务人员去执行。那高文士就是高文士有遇到一个问题，就要他来做疫调的时候，那有一些相关的我们的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的军中的弟兄他没有要配合。那这跟我早上我有跟高文士做过沟通，他本来是要根据他们就违反了43条，所以他们要予以处分。那我跟他们有沟通过，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用电话去做疫调，恐怕会有一些衍生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跟高文士讲说，如果他们要去做疫调的话，那就相关的一个疫调的公务人员去，那我也请集中检疫所的人跟他们做配合。至于是罚款这个东西，因为我已经有跟集中检疫所前天我就给他下过命令，希望他们不要在电话没有确定身份的时候去回答其他的问题，那免生的一些个人的个资的泄露，或者就是说被拿来做不当的运用，这些都有可能。那不过高文士他们为了要确保他们相关的一个对整个的一个疫情的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也不反对。事实上疫情的调查是属于地方主管单位的法定的一个职权在，所以但是呢能够表明身份亲自去，那我也请集中检疫所的予以配合。那这2天大家当然非常的担忧，非常的担忧，所以就诊的人也稍微比较多。那早上我有看到一些新闻特别提到说在船上的时候，到目前大家能够掌握到的，说在军舰里面有148人的看诊，226的一个就医的人次，大家看起来呢数目好像很高，事实上在船上大概前后至少在海上的时候有大概40天嘛，40天，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好像370几个人来就诊的148个人看起来是非常高了不过我提供的数目让大家参考了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都非常喜欢看病那平均每天不要说看其他的病，因为我知道那148有看眼科、牙科有很多
但是呢，相关的一个仔细的一个分类，军方有公布。但是我觉得大概这样子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大概每天看病尤其我指的是呼吸道、腹泻、肺炎跟这个比较有关的牙科的啦、眼科那个都没有把它包在里面。一般每天大概全国的人数来看就是每天大概看到0.6几到0.7几了。再想象什么叫做用40天来看的话，你就看到说，其实弄起来会有将近差不多有25%的人是会看的，所以相对这不算高了因为我们就是有症状，台湾就是有症状，大家喜欢看一下病。那倒是这几天呢，接触者相关的一些被我们列在接触者的相关看病人就比较多。看病人就比较多，大概比起我们其他的人，其他人来看，大概增加了大概，我看起来在将近应该是将近快要1倍了，至少增加了大概3/4，大概有，换句话，但是人数很少了我们列入接触者里面140人，149人，那总共这6天下来看病的有30人。所以这个数目的用比例看起来在这个是在统计的那种误差外的换句话那不能用统计来看这数目，但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我们发了细胞简讯大概有大概20几万人，那看病的比例比一般人还要低了。所以从这几个来看起来，我建议还是跟大家不要太恐慌。相关的你有接触的情况啦，或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条件放到很宽。所以第一个，没有接到我们的讯息的人，你不用说特别的紧张，一直担忧，就是说很多是不是会怎么样，是会这样。因为我也担忧，除了病毒以外，我们还有社会还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文明病嘛，我们有忧虑、焦虑等等一个情况，那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所以再三呼吁，我们公布了这些细胞的简讯，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那知道说自己要注意，那但是不需要去恐慌。至于有必要被隔离的相关的人，经过我们的疫调之后都会一步一步的把它匡列到里面来，所以请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好，那我今天先做到这样的一个报告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自由时报提问，想先请问为什么今天国防部没有列席的原因？因为还有很多舰队的问题想要理清，然后想请问之后还可以请他们出席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请问，就是军舰它2月21日全员登检后，到3月5日出海，那这段时间有没有去确认说有没有人下船放假呢？那期间的接触者疫调过程会不会纳入？那如果有的话，会不会也没办法排除这段时间受到感染后才上船？那还想请问说，就是军医这次对于疫病症状的掌握程度如何？因为他们出海期间也蛮长的，他们有没有及时去更新说这个症状的通报和筛检的状况？这些他们有没有及时掌握？那最后一次下船前的检疫记录是不是真的全员健康情况良好？那因为他要符合30天期满下船的前提是他们要都很健康嘛，那最后一次记录的状况是什么？有人发烧吗？还是有什么样的症状？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请问，就是民间募资刊登《纽约时报》Who Can Help Taiwan 的广告后，他们有把余额520多万元捐给疾管署，所以想请问一下指挥官的看法，还有后续这笔捐款会应用的方向。谢谢。那你一个人把问题都问完了第一个就是说不管是这个从4月15、4月14或4月14更前如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接触，我们都会予以掌握。
那掌握的方式，当然我会跟国防部就是说相关的这些放假，跟他一些执行放假或者公差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我们把这资料收集完全。那另外，我们也透过相关手机的定位，去清查大概4月13号或14号或者之前，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活动的足迹，这样2项来对照，就能够让这个情况能够更清楚。那有出来之后，那我们当然就是会进行相关的疫调跟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宣布，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国防部没有来？国防部他任务很多，任务很多。那明天好像立法院他们也有相当多的一些任务，他们必须及时的去做相关的调查，因为在立法院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民意代表的一个垂询，那必然要一个清楚而且正确的答案，所以他们积极做这些准备。那当然这2天大家对说国防部有一些的讯息陆陆续续这样出来，好像都有一些意见，不过也可以请大家体谅，因为他们全员他们现在全员都在被我们应该是说隔离中了。在隔离中，所以很难去把相关的状况问清楚。那而且相关在舰上里面相关的东西，因为人不在，所以怎么样收怎么样放，事实上有它困难。而且前2天那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传染病有病毒的一个舰队里面，所以要直接进去里面拿东西，各方面都有很多的一些限制存在。那未来会越来越好。因为整体人也框好了，那地方也清消过了，那慢慢的一件一件事情可以来做厘清。中国时报发问呢，这次那个敦睦舰有24个官兵确诊，那其中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很高。那有军事专家建议他说，对于环境比较封闭、主战力的那个官兵，如果潜舰还有各式巡防舰的单位应该优先予以普筛，然后才能确保国境的战力。那不晓得这部分指挥官的看法如何？还有第2个问题就是，上次敦睦舰出发到抵港，那个指挥中心都没有办法全部都去掌握嘛？那监国防部的人也没有来。那这次民众的防疫做得很好，反而是政府之间的沟通没有做好，让这个防疫破了一个大洞。那外界一直质疑指挥中心不是一级开设，那这次也验证，的确，有些部会不一定会听指挥中心的。那这问题未来要怎么去加强？指挥中心是不是应该实质提升到那个行政院的层级？谢谢。不过这样听你这样讲起来，大家都不喜欢我当这个指挥官了听起来让他觉得有一点雄心了没有了，政府单位都沟通得非常好，当然每一个单位有每一个单位的一个文化的不同，当然需要有一些磨合，这些东西并不是用一个命令就能够改变的。但我们也非常有自信的跟各位报告，指挥跟中心跟各个单位的磨合都非常的好。如果没有磨合好的话，坦白讲，我们社会今天没有办法守到这条线而没有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然后第二，总共的确诊案例在要件里面到24+3，已经有27了，当然是一个封闭的环境，那需要能够更严谨的来因应这些事物。那因为在潜艇里面的情况虽然是封闭，但是它没有跟外界会接触，所以这个情况跟这次的舰不一样，我们这相关的舰有靠港的。所以有靠港的跟没靠港的，或者是在海上有其他的接触的，它会有一些不同的管理的规则，在细致上面会有一些差异。那至于在普筛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我可能要跟专家来做一点研究了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讲，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等于在一个社区的传染没有，所以在假设定的前提是上船人都是干净的嘛。那干净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它就不会突然生出一个病毒来嘛。所以这是一个假设的前提，所以我们在律定的这样的政策里面，我们就没有要律定就是去检查这些普筛。但另外呢，如果下船的时候如果有症状的话，那必然是要筛。这又不一样。那这样的假设前提就是说，那就奇怪了上船的时候没有，大家都健康，
船上没有接触到其他外面的人，那结果有，那必然就是上船的时候就有人有了嘛，因为我们大概初中的时候，大家不好记得一个，就是我做那个苍蝇的那实验嘛，就是如果你是没有来源的话，你就不会生出这些相关的细菌出来，所以他就必然说，如果上船我们假设是没有，下船的时候有，在潜艇那样的一个跟外界都没有接触的情况，那必然就是上船前的时候有，那整个预定的政策那可能就会做一些改变，但是目前我们在各种这样的一个前提来看，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换句话说，纵使有在社区有一些无症状的情况在，但是对我们整个的一个病情或是病状或是我们的疫情并没有造成一个伤害。所以我们现在的预定的情况是这样。那根据各种证据的显示或者变化，我们会随时来改变我们的政策。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就是说，指挥中心昨天有提到一个草案，是分别是3阶段的一个应变社区传播的一个措施。那今天宜兰已经有表示说，人数达到186人确诊的时候就要封城。那不知道中央指挥疫情中心有没有针对，就是说，将来如果是在封城阶段的时候，是否依照是各县市的人口密度来做分配？还有就是说，封城的这个确诊者的人数统计来说的话，我们要以户籍地还是说他的活动的区域来做一些区隔？怎么样计算这个确诊者在不同县市的一个状况？这个第一个就是回答比较容易，就确诊者是他当然是以他的活动的区域嘛，因为是在一个社区的情况。那至于比例到多高到多小，一方面要看看地方每个地方的一个状况，它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密度，事实上也不同。所以在这次我们在中央有定了相关的这样这些准则之后，还有各个部会商讨之后，这样的准则我们就要交给地方。去研拟他们依据这样的准则，他们最适切的一个做法。那如果他们觉得有一些需要跟我们在讨论的，那我们也乐于这样子来讨论。那这是属于超前部署的部分，趁着我们现在还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跟余裕，能够各项的方式跟做法把它研究弄清楚，然后整个指挥体系怎么动。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那指挥官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宜兰这个部分的话，算是他们有参考中央的建议，还是说以地方的制定为主呢？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标准大概在什么时候，这3阶段的一些详细的细则会出炉呢？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相关的在我们这个指挥中心现在已经定了嘛，那现在是在收集各个部会相关的一些他们觉得怎么样去律定，因为每个部会它主管的单位不一样，所以怎么样把它收集好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然后我们大概收集好、整理好之后，就会给地方政府，让他根据他们所想定，然后看怎么样来配合。这是需要一点时间大家来磨合的。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想要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想要请教指挥中心关于军人健保卡没有注记，那如何在军事机密下也能够配合防疫？那敦睦舰队就诊记录一再更新修正，指挥中心是如何研判疫情的发展？那据传有92位的官兵拒绝疫调，且是因为未获上级指示，请问真的有这件事吗？那指挥中心这边会怎么处理？那第二题想要请教，就是目前是否会对所有的磐石舰官兵验抗体？那长庚施信如教授有建议说，面对第3波疫情，以验抗体来取代现行的3筛测病毒量，这样住院时间才不会拉太长。那对此指挥中心有什么看法吗？是否有机会采此建议？谢谢。刚才讲就是说这个变化当然是有，那2个变化嘛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匡列这700多人里面产生变化，我们当然不希望，可是这变化是在一个可控因为人都已经在管制的范围内。那我们比较担忧的当然是外面外界这几天的一个接触者。那这些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变化越少越好。那可是呢，我们整个的疫调，然后看看很多的地方政府，其实大家皮都绷得很紧，就怎么叫绷紧神经来面对这一次里面是不是有可能会扩大，
那也当然考验我们整体的一个疫调跟管制的能力，但我们希望把它做好来。那至于在抗体要不要采用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方式，其实我们都持续在关注中了哈，只是到目前来讲哈，还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改变。好，那刚才自由在问的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就是说有人在捐款哈，那我们会妥适的来使用。好。抱着提问，想要请教一下，就是针对抗体的部分，我们现在有没有比较新的进展？比方说，还有几个人出现抗体吗？那还有我们现在的掌握349个接触者，那有全部采检吗？那采检的情况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军医他们说，一切正常。那所谓的正常，他们到底有哪一些判断的指标？是只有发烧就是体温的采检吗？或者是有没有其他他们的判断的症状？谢谢。好，昨天会后还有刚才指挥官也都说过，然后我们会对磐石舰全体的人员都抽血采验抗体，那这个当然是希望搭配着我们其他疫调的资料，那去厘清到底这个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希望可以有更清楚的一个面貌了哈。那这个有关于有没有进一步的新的同仁的抗体，因为今天才开始进行采血当中哈，所以对于磐石舰上的一个官兵同仁，我们是还没有在更新的一些资料可以提供给大家知道。那不过当然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的说明一些清楚哈。我们从礼拜六晚上知道这个事件以后，那天就全体都指挥中心、指挥官、副指挥官，我还有署长、副署长等等还有 CDC 的同仁，就跟军方跟国防部就做密切的一些沟通，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之所以会在礼拜天一大早我们就对5位同仁采血，那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有掌握了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所以礼拜天也请这个3个实验室的同仁也加班，我是说对于抗体检测的部分的同仁也都来做加班，所以到礼拜天的傍晚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在昨天礼拜一的时候跟大家报告这样的一个5位同仁的检测的结果。那在礼拜天的时候对大家说明的是有3位确诊了哈，396、397、398。那在那个会后的时候，被许多媒体朋友围着问了相关的一些讯息。那个时候我有提到，这3位以他的发病的时间点4月初到4月12、13号，认为这3位应该是在船上得到感染哈。那当时我说我的研判应该是这样子。那昨天讲3位抗体阳性的时候，我只也说明了这个他们的发烧的日期，分别是在3月21、23、26。我并没有提到说这3位是在哪里得到感染。今天当然看到，从昨天的电子媒体还有今天媒体看到，说我提到这3位是在船舰上得到感染，我并没有讲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应该再把它厘清。或许昨天有一些媒体把我之前的所谓的396、397、398 3位我研判是在舰上得到感染，跟这个3位抗体阳性把它混在一起，讯息有一点点交错在一起。那今天的媒体提到说这3位抗体阳性，我认定是在船上得到感染。我想我昨天会后也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些资讯那把疫调的资料厘清，那有更多的资讯以后才会来做综合的研判那这个在这边也利用这个您这个提问的时候，我顺便把这个事情今天看到一些媒体这样的报道，我再次的厘清，没有，我昨天并没有提到说这3位抗体阳性是在舰上得到感染，还需要更多的讯息来一起来研判那至于说这个其他接触者的采检，也许庄副组长会说明。目前有349位的接触者，
那我们现在已经采检了29位啊，那待采检28位，所以我们总共将在这个时候要采检57位啊。那这9位已经采检了，已经有9位的结果出来都是阴性，那20位是检验中。那目前我们有的居家隔离的数字是187位以上。焦点事件，第一部分是想要问说，今天新增的3例确诊的，关于他们的症状啊或采检的部分，能够讲得多一点？比如说他们今天公布的发病日距离4月18日的采检日都距离比较长，19天、13天、26天，就是说这个期间他们是持续有症状吗？还是中间没有症状又隔了很久？那另外就是说之前也谈说。目前的研究是认为发病初期的病毒量会比较高，那可是这3个人又是在2采才验出阳性的，那不知道说这边可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那第二部分是刚刚指挥官讲说通报病例都会进行2采，那不过我们在3月14号修正的通报个案处理流程里面，只要符合轻症等5项条件的人就只需要1采。那就是说，不知道今天出现3个2采才要阳性，就是出现3个2采才阳性反应的人，不知道这个通报个案处理流程会不会做修正？那也不知道说过去的确诊者中1采阴而2采阳的比例大概有多少？那在3月14号以后，只有进行1采的比例的人又有多少？符合通报第一例之后1采的人又有多少？以上。好，我刚才讲是说法定传染病的通报了。法定传染病就是我们的法传通报的入口，基本上我们要是2采，然后另外在其他会采2采，就是它症状在持续中的，这些也会，那所以相关的，那疾病的变化很大，是不是？我们张教授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好，这个就至少比较清楚的一个比较早期，然后他被召回的时候，当时知道他是有症状，所以他就到医院里面去了哈。那医院的检验1采的时候确实是阴性的哈。那然后因为他的症状算是相当的典型，所以当然不会借此就放过，所以医院通常都会再进行2采哈。那这样的进行2采以后，那这个2采变阳性，我们的判读就是曾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当疾病它发病到某一个程度以后，我们就会有时阴时阳的这样状况。所以这个案例我们大概判定的就是它已经到了那种时阴时阳的阶段的时候，所以会有时候采起来是阴性，那有的再采就变阳性哈。所以这个看它的发病时间点跟我们开始采检的时间点，这是有相关的哈。那多数的病例我们都是发病以后没多久，我们就会被我们侦测到，或者是就到医院就诊，所以那时候当然确实是都是比较容易阳性的状况哈。这是也跟大家说过，在发病的第1个礼拜内哈，那个病毒量通常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要检验出阳性是比较容易的。可是你到2个礼拜，甚至到第3个礼拜，那这一次的事件里面，当然确实有这样，他们已经在船上很长久的时间，那到4月18号才被召回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会已经进到那时阴时阳的阶段，我们会比较谨慎的，会多采几次。那这个是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吧，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最后2位？好吧？是这边提问。刚刚有提到说，有些地方政府它可能在考量封城的标准，那想请进一步的询问是说，是不是因为这一次军队的群聚案件以及它后续衍生的不特定的接触者，所以我们超前部署，让地方政府可以去研拟所有的封城的一个计划。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要针对最近大家各县市政府在公布确诊者的相关足迹的时候，过去我们记得指挥中心的原则是不特定的接触对象我们才会公布嘛。那目前我们建筑媒体看到的可能是比较个人隐私的地点，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该地点判断出它应该不是不特定接触对象，是不是在指挥中心这个可以呼吁说，在公布个人资料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准则，以免又造成了更多的标签或负面的想象。谢谢。这个里面当然就是这次其实我们跟说不特定的对象其实这次是根据是说范围比较多了，就牵涉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是说一个一个去把它弄清楚，然后再来弄的话，可能怕那速度太慢。那至于在后续里面，在有些地方的处理，我们会提醒地方政府在处理的时候，千万也要注意到各自的保护，这我们会处理。但疫情很重要，各自的保护也很重要，那两个一定要寻求到一个平衡点。然后第二个，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3阶段，其实我们已经研拟很久了，并不是因应这一次才来，这本来照着我们指挥中心的既定的计划跟时程，在进行的。我们现在是有1、2、3、4了，那现在我讲话讲的比较多，我们就这4位。好，部长好，民事请问一下，今天公布的确诊都是2采，那请问一下磐石线上337名的官兵，总共2采多少人？然后刚刚有回答验抗体的结果出来没？是今天早上才验抗体。然后第二题想要问一下，1922昨天一共接到多少通电话？请问是有办法负荷的吗？谢谢。以上。血清检我们的采血是今天上午才开始，那其实这2天我们在对那个检疫所的管理，要花不少的精神，它还是有一些进出的，这样当然你看到我们的包机，只要有这些相关的症状，我们就往医院送，那还有几个也是从医院已经没有问题了又回来，所以这2天都在做这些相关的调配，因为这次范围比较大，那需要的人手也比较多。那今天早上那个采血今天已经开始了。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教一下，因为当时国防部有说他们引用这个船舶申请进港检疫注意事项，也就是说，30天无传染病可以下船，而且不用隔离14天。想请问当时他们是有请教 CDC 吗？那是何时请教的？另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当时他们下船的时候，国防部有跟 CDC 通报吗？以及今天确诊当中，因为台南市长黄伟哲有提到说，今天确诊者有一位是先前确诊官兵的女友，想请问一下这个消息是正确的吗？谢谢。有关船舶30天的部分，应该今天再回答，应该是第3次啊。那个一开始第1天的时候就说明过，在中间的时候，我印象应该是他接近14天，就他从帛琉出发之后，快满14天的时候，因为就有来询问过边境组，那我们告知他，依照我们在对于国际船舶的规范，他在中间没有停靠任何港口。期满30天，那上面没有任何的症状的状况下，那才可以免除这个居家检疫14天的规定。换句话说，不管14天或是30天它都是一个所谓的实质检疫了。不是说西港搞的下课了这样来科起科五鬼科下课嘛。我意思说14天我们在居家检疫也是一样。或者我们集中检疫也是一样，不是时间到了就放人，我们还要经过整体的一个判定症状各种的情况。那换句话说是等于是做一个实质的检疫，我们才会放人。那甚至有时候像这一次的船舶里面，我们做14天检疫，我们要求说到检疫完毕的时候，我们要全部的再采检过，那我们才会放。就跟武汉包机在一开始的时候，或者是钻石公主号，那时候都是2采嘛，至少是一个2采阴，我们才会放。那武汉包机我们现在还采用就是说进来采，那有症状采，那没有症状我们就放人。当然根据每一个状况的一个风险情况的不同，我们会择定这样的一个律定的一个方式。当然这是一个实质的采，不是说时间到了就放人，这是不一样的是要没有状况又时间到。
那至于1922，那1922昨天的整个进线数总共46992通是我们指挥中心开设以来最高的一天。那也因为是电话进来的速度太快，所以我们在早上的时候，那接通率是比较低一些，大概56%左右啊。但是我们紧急调援人手了之后，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那已经可以达到90%以上了哈。那今天的在今天的这个到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已经有进来5348通，看起来已经比较恢复正常了。那接通率也到达90%。你好，寰宇新闻，想要问一下，就是武汉类包机昨天回来，然后再加上这个磐石舰队，整个疫情如果未来发生变化的话，医疗体系能够负荷吗？还有就是现在5一连假就快要来，有什么相关措施吗？谢谢。在检验所，我们大概不是那个集中检疫所我们大概用掉1半多了嘛那不过仍然需要稍微做一个适当的调配，能够做最有效的运用。那医疗的负荷现在是没有问题了医疗负荷是没有问题。5一连假的部分，我们之前就已经等于在清明连假之后，我们启动的包括夜市、市场、商圈等等的这些人流的规范，那风景区等等，那这几个礼拜看起来风景区跟国家公园或几个地方都采用这个停车场50% 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管制，大概都持续在做推动了那我们也有针对实际上的人流去做一些人流的追踪据了解，那这些都是希望在未来在不管是连假或是平常的这个假期的时候，都可以达到让大家可以出门，但是又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达到一定的社交距离，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都会持续再来推动。那也希望地方政府真正可以落实这些指引的这些措施的规范所以刚好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针对防疫，有很多县市都已经在超前部署了。那想请问一下指挥官，就是针对选举的部分，我们目前有做超前部署了吗？因为像高雄的民众可能担心说，像6月6号的8行投票，就是有一些投开票所的人数如果过多，除了可能很难保持安全距离以外，那也可能会违反公共场所的活动指引。那不知道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相关的措施？那第二个问题是想要问说，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他觉得说中央通知的时间，就是有没有他觉得公布的时间太慢了，有没有相关的 SOP 可以就是让地方依循这样子？谢谢。公布的时间当然没有所谓的快慢的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很清楚，我们收到多少讯息就发布多少讯息。那当然会根据我们收到这些手机跟它相关的一些讯号，这些收集起来，那然后由资通的单位去跑，然后有状况我们就通知一步一步的来，我们也不会等到说全部都弄好了才出来，我们就是及时的这样子让大家知道。不过以这次的经验这而言，我倒觉得比较多就是说，那中央公布了之后，那相对的一些地方在公布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治安或应该是说那个各自，好像大家很关心，就是说谁是谁的女朋友。坦白讲，我们不太关心这样的事情了我们所关心是接触时间的短长跟它的亲密度，那是会造成有风险，我们是关心这样，而把这当作这样太多到旅社啦，到什么，这都没有什么错误的事情啦大家可以想看看。但是我们会关心这些事情，不是说要去旅社，我们是关心这边有亲密的接触，那把它列入一个接触者，那能够让他持续的注意。那如果是确诊者，如果评估起来需要采验的话，那我们会采。这些都是一个专业的问题千万不要把它引到这个人的资料、个人的一些相关的行为的探索。那这样对我们的疫调来讲是不利的。好，那这边一位，最后一位
部长您好，这边年代一电视提问，强调说这一次敦睦舰队原本说带了3万多片口罩出去出任务，那回程之后有统计说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吗？等于说他们确切在任务中执行的情况。那另外想问一下说，那这次敦睦舰队的爆发的感染源有掌握到吗？因为帛琉政府是说可能是在舰上的群聚感染，那我们这边指挥中心对帛琉的说法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感谢。最后一句舰上。哦，他们说可能是舰上的群聚感染，就可能说在舰上感染，并不是在帛琉那边感染的这样子。对哈，最后你这2个问题其实都还不错了哈。当然就是说，其实从口罩的使用量来检查一下，军方是不是有确实在船舶上有戴口罩哈。那这是一个好方法啊。不过我必须要澄清了哈，就是我们大概再回想一下，我们什么时候从以前最早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口罩的政策，我们是说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嘛哈，那有相关的一些疾病的状况，那需要戴。那老年人需要戴，慢性病人需要戴，好，所以我们的政策哈，在一开始从最早开始到4月1号前，我们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政策。那4月1号的时候，我们宣布了所谓社交距离嘛，1公尺、1.5公尺，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距离的时候，那就请戴口罩。好，但是政策是这样。好，所以大概回溯现在看他们有没有戴，但那是他们在管理上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指挥中心的要求的问题。好，所以这2个可能要稍微分清楚。然后第2个是不是哪里的群聚，哪里的情况？那确实大家很关心，我们也非常的关心。我昨天就讲，就是说我们现在2大的重点哈，一个是往前看传染的途径是怎么样，然后运用一些相关科学的方法，是不是能够更了解整个的一个。台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有无症状的，或是有些相关的情况，看是不是能够做进一步的厘清。好，那但是这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等于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研究。好，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对于这种里面这些相关情况的传染源里面，现在用片段的讯息来判断它什么样的一个感染源或什么样的一个起头，事实上是比较有风险而且不科学的。好，所以我会把这个刚刚讲一些相关的数据，张教授这边也刚才讲过，我们要收集相关资讯之后，那样的资讯下，我们还不见得能够确认说一定是什么。我比较清楚的一个profile 会就一个样态会清楚，然后那时候大家就那样的样态来做讨论，比较符合科学性，而且对我们整个的疫情的控制比较会有帮助。好，那非常谢谢刚才有一个问题还没问感染选举当然是照着我们那个集会指引这来做当然我们集会指引会根据整个疫情的情况做不同的一些改进或是变化。内政部这边有话吗？因为这段时间其实不是只有6月6号从2月份、3月份、4月份，其实都有非常多场的地方补选的选举。那中选会跟地方选委会其实都是依照我们的指挥中心的指引去做规范跟落实。那他们都已经进行了几场的这个补选，已经都办完了很多场了时间就已经到了，明天我会记得你们2位好，来谢谢谢谢大家。我刚刚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已经结束的记者开始前的指挥官陈时中就宣布的，因近期的国内总相信增加的3枚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一夜到呢单都系一条敦睦干脆，咪就系一个盘沙干当个的传言有人系14层，有人系地都的军官，其中呢有2-3人系西来的，一类系西门的，也呢有人系其实呢。其中一个案细胞243枚，而喺第3年第时节就有出现皮膜埋到面试的相关症头的。不过呢，佢喺验证一个案3报96、案3报97，佢喺第4年失败，以前确诊就本一个
指挥中心就有口听讲，特别到武汉肺炎过后，即将主动同卫生单位来同步讲外采检。不过呢，也得按西方23基地头一摆咪就系啲，也得新嘅18采检嘅时节，其系阴性呢，都已经比来进行二采时节，张发现系阳性呢。然后其他呢也给按细胞24期其系一类30岁5星哦，而差唔多呢，喺第4月初，咪就係第4月初5嘅時節，就出現到皮膜埋多米西，韓國有皮公色色，那我哋韓國有頭拿會同嘅相關症頭，而係同。另外，伊咧健鼻確診呢，也咧確診患者呢，家頭呢都係第4月18嘅時節，本人係轉去來做接種隔離過後，啲先前呢咪係強強第4月18一採時節係陰性，都已經比二採時節將發生係陽性呢。啲健鼻呢，關於這個新增加嘅3名武漢肺炎嘅確診個案過後，健鼻一下關於總共累計確診案例數已經來到425例哦，一下累計總共有63人係死亡嘅。有217人係解除隔離嘅。剛才啲記者會當中呢，就有媒體問到，針對所有嘅一條敦睦監測傳言呢來進行採檢哦。其實呢啲前幾年嘅時間呢，一個指揮中心呢就有講嘅，就講一下主動義務講，廿八年組成一個敦睦監測項有動人採會到嘅一個青年頭嘅一個患者，佢可能係無症頭嘅。故此呢，廿指揮中心嘅安全為了對所有嘅官員來進行一個檢測，來驗廿條到底體內度空到底係有陽性嘅抗體冇？家下呢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其實呢一下呢大家呢對台灣關於一個武漢肺炎嘅一個疫情傳播嘅一個情形呢，其實係冇埋了解，尤其係一個無症頭嘅患者。故此呢，佢哋希望呢打幫廿八案例來詳細了解武漢肺炎嚟傳出去嘅一條相關嘅情形，來做南北一條防疫嘅參考。係講有一下呢大家另外針對呢就一條確診患者佢哋廿波嘅，有4個呢條做採發通，有同呢條人來接觸。如果呢一下呢就談講呢有條官兵就講講自家院士為本地講，故所呢就唔配合做一個疫情調查。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哋特別來同大家來做呼籲，來做強調，講一做一個疫情調查，先主要呢唔係講我了解。唔係講人朋友係乜人，清楚呢係希望講了解唔同呢條人來接觸，但講呢要接觸幾久嘅，認真接觸時間越久就有可能會限下留入嚟疫情傳播面嘅風險，可能會限下高。故此呢指揮官陳時中咪希望呢一條所有嘅官兵我來配合做疫情調查，我希望呢有留入嚟疫情控制到先好。嘅以上呢最準備同大家來整理嘅記者會嘅會議重點嘅有關疫情嘅情形消息，繼續同大家來重複。